你看，这全世界疫情这严重，国家所有乡亲提醒，千万唔通大意。可能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唔但影响到企业嘛，影响到劳工的生活。劳动部长柯明春今日嘛承认讲，若是这个疫情一直烧一直拖到第4季，减班休困的人有可能超过2万人。为了要刺激内需，也就是咱国内需要，经济部规的这个酷碰券，也就是拍这券给民众来使用。经济部长沈英丁嘛讲，希望讲以带动消费为主，唔是要发现金，要上较紧，嘛等到疫情较回时再发行。会不会破2万？烧到第4季，这个不排除啦。劳动部长柯明春承认疫情冲击经济，到3月底为止有8000人通报，实施减班休息，到第4季有可能破2万。行政院一条预算，要安怎让劳工有感觉真重要。580亿，然后其中310亿是从特别预算这边来争取。现在的计划都还是希望先稳住牢固关系。劳工咧等预算的补贴，企业嘛真着急。根据了解，政府陆续伫航空业、海运业投入800亿专案纾困，高大航空嘛进场救市。我们现在提出来的经济部的一个相关的信保的机制，是可以帮忙这些过去没有跟银行这个往来的这些中小企业。另外，经济部嘛开始规划行动支付酷碰券，提供750折优惠，每一个人每个月上限是1000。每种支付平台上限是回馈3000，不过电商超市卖场甲外送业者无适用。不要有所谓的消费替代的作用。如果疫情稍微缓和的话，那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来启动。无希望出现消费替代作用，政府决定无要发现金，嘛希望疫情长好了后，会当用类似解救被冲击的经济。